后来，再来是罢免团体来指控着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。5月15日，立法院咧调查协商的时阵，调故意卡恶作剧的电话，互郭建明企图要来拍断伊的发言。郭建明嘛讲甲真坚定哦，讲电话就是罗志强卡的。罗志强回回讲，毋是伊卡的，伊根本就无郭建明联络的方式。伊讲伊会委请律师告罢免团体，要求赔偿100万。所以我在这里很真的讲了。好，谢谢柯总统，你先接电话好了。5月15日调查协商，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发言到一半，手机啊向惊。郭建明摕手机啊看卖是送开，也毋去看开无接，直接挂断。这个时阵转陪会面，切换做全景。坐伫郭建明对面的国民党立委罗志强，拄将手机啊放落去，含伊倒手边拿赢立委齐卡心有讲有笑，互郭建明直接点名卡这通电话的人，就是罗志强。每次我发言的时候，在关键时刻，罗志强就偷打电话给我，那是我这种不知道也。坐伫郭建明边爱吴思瑶，也批评罗志强调工扰乱发言，也毋过罗志强唔信真。柯建明经常都会冷笑话啦，哈，所以那天莫名其妙说打电话给他，那柯建明事后到我身边来，我也跟他讲说，我没你的电话，也没你的 LINE， 怎么打电话给你啊？强调家己根本就无郭建明的联络方式。罗志强佮讲叫罢免团体大安抢棍，将这个冷笑话加工放做社交案。对于这件代志，罢免团体发声明回应讲，叫罗志强爱对选民老实，对议会尊重，对民主制度负责。当事人郭建明也化回叫罗志强老实面对家己的行为。那要他去调通联记录吗？何必这么无聊呢？是男人就要认人。请律师哈来提告这个大安的罢团，求偿100万哈。我已经澄清了，你还在继续加码造谣，那就是蓄意跟恶意。罗志强发要告，罢免团体也委请律师应应，罢免的战场对国会进来到法庭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